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政治消息。来关心郝龙斌确定要参选国民党党主席，另外，互人认为讲是国民党少年派连胜文，伊讲有真侪朋友有能力来改革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个同款是互人认为国民党少年派立法员张万安下早下票时，伊嘛佫互人问到，敢会来参加党内改革的问题，做伙来听伊上新的回应。 我认为现在这个阶段任何人愿意表达他承担的勇气，而且对国民党未来的改革提出具体的愿景跟看法，我认为都值得正面看待。但是，我认为现阶段与其一直讨论关注在党主席人选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关键的核心在于未来整个党的决策模式怎么样更贴近民意，而且更重要，快速及时反映外在民意的变化。 我认为这个是未来改革的重点。那你会给郝市长什么建议吗？如果他未来当党主席，要怎么样改造的这一块建议？我想不敢但是我相信任何人，他如果愿意勇于承担，他一定会提出很多他自己对于国民党未来改革具体的做法以及相关的论述。所以我想这一部分身为党员，我接下来我也希望说能够尽一份力量，能够 帮助国民党在接下来改造工程能够尽一份心力。我说过，未来国民党接下来改造的工程，我绝不缺席。那我认为现在怎么样，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包括国民党接下来怎么样规划相关改造的进程，还有期程。我知道党中央有规划，也许要设立改造委员会，但是在整个程序上面怎么样更完备，规划上面更细致。 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共同思考讨论。